今日要講嘅主角就係爛仔本田8代思域嘅 Type R 版本 FD2。呢一代 Type R 個人認為係最好睇嘅一代，誕生於2007年，首次以4門而唔係3門貼背嘅形式出售，所以 FD2 比以往嘅 Type R 版本更大、更寬，亦都更重。不過因為軸距嘅增加，車身剛性亦都有所增強，採用獨立嘅後懸掛，使得佢喺高速過彎時更加穩定。動力方面，搭載嘅引擎係著名嘅紅頭發動機 K20A iVTEC 技術，喺6100轉時可以爆發215牛米嘅峰值扭矩，再到8000轉時爆發225匹馬力，9000轉嘅底標，一副正宗嘅高轉機器。喺日本著名嘅竹波賽道上 ，FD2 嘅平均圈速比 DC5 Type R 快出1秒，而喺另一條較長嘅5.8公里零六賽道上，要快出4秒咁多。如此出色嘅性能，好快就成為眾多8代思域車主嘅精神圖騰啦。直到2010年 ，FD2 因為未能滿足排放嘅要求而停產。不過除此之外，日本本土仲有更進階嘅版本 Mugen RR。更換大量嘅碳纖部件同埋升級斗輪軸、排氣系統、ECU 等，做到比 FD2 輕5公斤，馬力帶出15匹，真係好佩服本田呢種登峰造極嘅精神，將原有嘅技術做到極致。而 FD2 作為本田最後一款搭載自然吸氣嘅 VTEC 引擎，讓本田車迷懷念嘅同時，亦都成為咗令人難忘嘅經典之作。